接下来要介绍这位韩宝仪，在台湾没有知名度，但是他在新加坡录的唱片，跟在中国发行的唱片是吓死人。新加坡有一间风格唱片公司，他整个唱片公司的给会拢总一探来。在10几年前的时候，这间公司上市股票，然后再把他的股票全部卖掉，卖了8000万波币。韩宝仪那个时候，他唱了很多的口水歌。所谓口水歌，就是我们的唱片都进不到新加坡，这边流行的歌曲就交由那边的唱片公司请人来灌录。那么韩宝仪就唱了很多的歌，那个应该是签约也有10几20年，2位歌星，另外一位是林淑娟。所以啊，他的唱片真的是不得了的红。那么韩宝仪呢，他当然跟季老师也是很深的因缘接触。他说一切由他自己来讲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邀请韩宝仪小姐，我就把麦克风交给她自说自唱。宝仪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宝仪。我是在28年前，1989年认识纪碧南老师。等一下为您介绍的这首《喜上眉梢》，是在隔年1990年新加坡电视广播局推出的一套古装连续剧的主题曲。季老师推荐由韩宝仪来主唱，但是电视台他们对我不放心，他们对我有意见。于是季老师说：“你们要找我写歌可以，但是以我的专业，歌手必须由我来指定。如果我指定的歌手你们不喜欢，那请你们找别人写，我不写。”季老师鲜明的个性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，说一不做二的刚毅态度。在录音室录唱这2首主题曲的时候，出其不意的，电视广播局的人来了几个人。我从录音室的玻璃，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他们，于是我跟他们点了点头，但是我看不到他们脸上的笑容，他们看起来都很严肃。我心里想，不要紧，我只要认真的把我的歌唱好就好了。在录制的过程中呢，我看到他们脸上表情明显的在转变，他们都站起来很认真的在听，直到我唱完。我看到他们脸上写着赞赏与尊敬，当时我心里就觉得蛮欣慰的。不过对季老师的感谢是很表面的，因为当年不求名不求利的我，并不指望透过这样子的管道来获得这样子的东西，那不是我想要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但是我没有想过，那是季老师对我的用心，他爱才如命，他当我是个才。所以你不能因为那不是你想要的，你就不去理解人家对你的用心付出及铺陈。人家给你的可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最好的宝贝。所以现在想起这件事情，我就对季老师感到非常的愧疚。现在我们就来听这一首《喜上眉梢》，谢谢。
也参与了道中的一些活动，开始相信有仙佛的存在。所以，在当时，他们新加坡道院尤其是在1986年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在家中坐在客厅，看见电视机中间浮现了一尊弥勒佛。右边浮现了一尊观世音菩萨，左边浮现了第三尊济公活佛。他感觉到太不可思议了，因为当时的电视机是关着的状态，所以，对不起，当时历时了15分钟之久，所以他感觉到太不可思议，他心中非常的震撼。于是他告诉了记者，而新加坡报纸有100多的版面来报道这件事情。在同时呢，道场送给了他一部经典《道德经》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那是纪老师生平所接触的第一本经典。他看了之后大有所悟，于是他将《道德经》81篇变成了81首歌。就这样，在30几年前就这样坐着放着。为什么要坐着放着呢？因为他用他的专业来表示他对《道德经》的尊敬。而在2015年，巴黎崇德光汇文化张清元经理今天也来到现场。张经理送给了他一部《百孝经圣训集要》，他回去看了之后大为赞赏。他说了下面这一段话，他说：“百孝经是全人类所需要的一部经典，里边
百孝经一定会流传千秋万世。里边所教我们的是告诉我们平时如何做人，如何做事，就等于是儒家思想。所以他半毛钱都不拿，他义务的为百孝经谱了25首曲子，真是功德无量。而当他交稿的时候，张青年经理很惊讶，他为什么交稿交得这么快？这时候季老师用一贯的温柔的、慢慢的微笑着说：“仙佛的话里头都有旋律的，不用想。仙佛的话里头都有旋律的，不用想。”而上官姐平常也常常说，季老师能够在晚年认识崇德，为百孝经谱了这么多首有意义的曲子，那是他人生中最好的 ending。 在季老师生病的期间，我们每次去探望他，他总是关心百孝经圣歌的录制和制作的情形进度到哪边，每次总是告诉我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完成这件事情，每次总是这样子说。而季老师也亲口对我说了好几次，每次几乎一字不差地说了下面这段话。他说：“我这一辈子能有机会为百孝经谱曲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，我这一生值得了。”每次让我听到都觉得很感动，感动他的精神，感动他的智慧，感动他推崇百孝经。孔子也在《孝经》里说：“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济公活佛也说：“移风易俗，百孝经。”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子不子，父不父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百孝经100首歌，希望能够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。而这也是我们所敬爱的、具有大智慧的季老师他所期待的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《百孝经》第3篇“孝顺能生孝顺子”，一起来欣赏。从生来天之际，地之年，纲常伦理，手中呼啸，千经万典，有理小体为先。当思父母，妇女栽培，推养就是之本，岂不忍孩子，饥寒之心？端阳有贵入之本，养有反哺之意。人生于天地之中，万物之长，一一之相期，顺其之意，
思父母，父女栽培，虽然就是知恩，既不忍孩子，既还珍惜。鸳鸯有归如知恩，羊有饭不吃地。人生于天地之中，万物之长，一定知孝亲，顺亲之意，诚亲之志，献亲之名。鸳鸯有归如知恩，羊有饭不吃地。人生于天地之中，万物之长，一定知孝亲，顺亲之意，诚亲之志，献亲之名。谢谢你。